係早晨，早晨先生，你介紹自己啊？自我介紹，先生太太早晨，我嘅名叫做迪亞明，我今年34歲，我信仰呢個，我讀中學畢業，我結咗婚，我有2年喺香港喺阿拉伯1年嘅工作經驗，喺香港照顧2個小朋友，正乾淨屋企，煮飯煮餸買餸。喺阿拉伯1年照顧老人家75歲，正乾淨屋企，煮飯煮餸。我依家想喺香港做嘢，因為我想揾多啲錢幫助屋企家人。我會好好俾心機喺香港做嘢，我唔俾先生同太太失望。如果乜嘢我唔識做嘅，我會學。拜拜。你食唔食豬肉啊？我唔識先生。香港做幾耐啊？我喺香港2年先生。屋企有幾多人？有4個人先生。邊4個？太太先生2個小朋友先生。小朋友幾多歲啊？小朋友10歲同4歲先生。使唔使帶佢翻學啊？有先生。如果翻學嗰陣時候，小朋友喺街周圍走點算？我捉手細路先生。捉住佢隻手。我捉咗佢手先使生。唔使買餸煮飯？我識嘅先生。識炒咩餸？就比骨、就菜、就雞、蒸豬肉、蒸魚先生。識煲咩湯啊？食煲皮骨、細蓉菜、紅蘿蔔、糖水仔先生。如果做錯嘢，太太鬧點算？我話對唔住先生。如果你煮緊飯、炒緊菜嗰陣時候，太太叫你出街買嘢，我識貨先生。做完香港之後做邊度啊？係手機人先生。做幾耐啊？2年先生。又2年？係啊。屋企幾多人啊？有4個人先生。又講翻轉頭啦。去完香港之後喎，去完香港去邊度做嘢啊？喺阿拉伯先生。阿拉伯幾耐啊？1年先生。1年，屋企幾多人啊？有5個人先生。邊5個？先生太太，2個小朋友，1個婆婆先生。2個小朋友幾多歲啊？15年同12年先生。12歲同15歲。先生太太一個婆婆係咪？係。婆婆幾多歲啊？婆婆75歲先生。75歲，點解做1年嘅？點解得1年啊？婆婆死咗啦，咁咧我老闆叫我翻印尼先生。哦，朝頭早幾點起身啊？喺阿拉伯。起身5點半先生。咁早做乜嘢啊？整潔屋企，洗衫，當衫跟住煮飯，咁幫婆婆沖涼，幫婆婆換衫食藥先生。係。晏晝咧？晏晝做乜嘢啊？晏晝抹乾淨屋企先生。夜晚咧？夜晚冇嘢啦。冇嘢做啊？夜晚？冇嘢。唔使煮飯啊？唔使啊，幫婆婆。唔使洗碗啊？唔使嘅先生。邊個洗碗啊？係阿拉伯食嗰啲7點得啦。阿拉伯食7點。係。食完飯做乜嘢啊？食洗碗嗰啲啦。咁你話唔使洗碗？有啦，7點。阿拉伯有冇放假？冇啊，先生。冇放假？冇啊。香港要唔要放假？有1個月1次先生。哦，OK，好啦，冇嘢啦，拜拜。多謝先生。拜拜。拜拜。